年27歲嘅阿軒喺一間銀行度做客戶經理。呢日放工之後，佢唔係約咗朋友去睇戲食飯，而係趕住去義工組織嗰度開會。阿軒呢有份幫手搞一個血癌病友組織嘅周年大會。佢話而家咁熱心做義工，因為佢曾經都係癌症病患者。諗住你要 cut 3份㗎嘛，即係有抽獎啊，中間嗰個入場券同埋一個 receipt 㗎嘛，自己嗰度。阿軒喺舊年8月被證實患上淋巴癌。cut 咗一段時間啦，跟住都睇過街外醫生㗎，咁但係一路都話哮喘啦，咁但係後尾都搞成3-4個月，跟住自己去咗法國醫院度照啦，跟住一照就發現咗有啲陰影啊。呢一個晴天霹靂嘅消息對阿軒嘅打擊好大。心情稍為平復過後，跟住要面對嘅問題就係要霎時間籌募一筆醫藥費，就連佢儲埋用嚟進修嗰幾萬蚊都用咗嚟醫病，讀書嘅計劃只好暫時擱置。喺即係法國嗰度同我講咧，個醫藥費都幾貴。初步講其實佢話如果癌症呢啲病咧都50至100啦，咁所以之後就 transfer 咗去 QE 嗰邊再繼續醫落去咯。一心以為去公立醫院醫病所費無幾，但係事實並唔係咁。佢嘅主診醫生建議用一隻較有療效嘅新藥，整個化療療程總共要打6支化療針，每支就要16,000至17,000蚊，但係完全冇政府資助。亦都有問過佢，除咗用呢啲新藥啦，另外都可以用一啲政府提供嘅藥。咁但係醫生亦都同我即係講翻就話嗰方面政府嘅藥咧，個效力就得40%到嘅啫，咁同埋嗰個副作用比較犀利啲嘅，譬如話即係嘔啊啲犀利啲啦。就算幾貴，生命係最緊要。阿軒揀咗隻新藥，再加埋每日100蚊嘅住院費，最終用咗差唔多20萬去醫呢個病。醫管局喺舊年7月推行嘅藥物名冊入邊，大約有1200種藥。咁市民去到公立醫院醫病，每種藥只係需要俾10蚊。不過有部分好似阿軒所用到嘅新藥咁，由於成本效益嘅關係，未能夠納入名冊入邊。咁市民要用到呢啲藥，就需要自行購買。咁呢啲新同埋好貴嘅藥，當個療效係未100%肯定嘅時候咧，政府就話我唔會提供呢啲藥物啊。但係咧，如果佢嘅實驗證明雖然係令到你嘅生命嘅水平係提升，但係生命嘅壽命係冇加長嘅時候咧，咁政府咧亦都唔會提供呢啲藥物嘅。政府一直都有為一啲昂貴嘅自費藥提供資助。呢一個藥物安全網入邊就包括咗4種特定嘅自費藥。舉個例子，醫血癌用嘅加爾域係獲資助嘅自費藥之一。呢種藥86蚊一粒，病人一日要食6粒，一年大約需要35萬。假設一個血癌病人同埋屋企人嘅全年可動用收入同埋資產大約係38萬，根據安全網嘅計算方法，佢每年都需要負擔30%嘅藥費，亦都即係要11萬。咁而家知道咧就係加爾域係幫佢哋最大嘅，咁而嗰種藥咧就你佢雖然有安全網俾，但係都睇到如果你要食嗰種藥咧係影響到你個生活質素都好犀利。哎呀，死啦，出界啦！何愛英喺16年前開始要洗腎，佢曾經換過腎，但係最後都排斥，最終都要洗翻。佢而家1個禮拜都會嚟打1至2次門球。覺得好咗啦，即係個人精神啲啦，同埋咧即係會比較即係會有喐動啊。不過打完波之後都唔可以去太內街，因為幾個鐘頭之後又要翻屋企洗腎。即係每日好似翻工咁咯，咁啊朝頭早7點，晏晝3點，夜晚11點咁啊。除咗日常生活受到影響，喺當年沙士嘅時候，公司要削減開支，呢個病就成為咗佢被裁員嘅原因。雖然屋企人都有做嘢，但係佢個病就加重咗屋企嘅經濟負擔。我嘗試去揾嘢做，但係都好難揾到一份係比較短時間，而係唔係話咁即係辛苦嗰啲咯。呢包就係我哋嘅俗稱嘅洗頭水。
咁有啲嗱消毒藥水啦。而家政府會補貼病人用嚟洗腎嘅藥水，但係就唔包括其他嘅雜項開支，好似消毒藥水、接駁喉管咁，加埋起碼都要1500蚊一個月。如果你本身係一啲專業人士或者係即係叫家庭環境比較好咧，咁佢可能即係喺佢工作可能減咗一半啦，咁佢會轉咗可能一啲嘅投資咁樣。咁你至於普通市民嘅健康係一種投資嚟嘅。而家阿軒已經完全康復，佢仲後生，用咗嚟醫病嘅錢，好快都可以揾得返。唔知算唔算好彩？何愛英患嘅唔係癌症，但係好似佢咁嘅長期病患者，下半生都要承擔昂貴嘅醫藥開支。為咗要醫病，阿軒同埋何愛英都已經俾咗唔少嘅醫藥費，咁當然係一個沉重嘅經濟負擔咯。咁就算係不幸之中嘅大幸，醫得翻個病，都好有機會買唔到醫療保險噶。咁病人好翻之後，又應該點樣去理財呢？就算如果我哋買咗，已經斷咗保噶啦，會因為醫療保險係唔包括有呢啲病咯。就算你買咗，發現咗你有呢種病，賠咗俾你之後，都唔會同你續保嘅。一般嚟講，好似何愛英咁係長期病患者，或者係曾經患過危疾嘅人，都好難買到保險。就算買到，保費都起碼要貴人哋50%。除此之外，保險公司一般會視乎客人嘅索償記錄嚟決定同唔同佢續保。咁經常要睇醫生嘅長期病患者，唔獲續保嘅機會會比一般人高。我覺得試過有個客戶嚟講呢，10年前呢係有個耳塞不平衡嘅事發現，原來有個機會呢令到佢成為一個長期病患者，不停咁去睇醫生。咁後尾呢個保險公司呢嘅拒絕呢再保喺呢一方面嘅保障。而家喺市場上有幾間保險公司推出咗保證續保嘅醫療保險，就算客戶曾經有大額索償，甚至日後經常會有醫療開支，保險公司都會保證續保。咁至於保費會唔會因此貴咗，就要視乎唔同嘅保險公司而定。你個瘤喺度割咗咪即刻冇咯。而家香港人對癌症抱住開放嘅態度去接觸，同以前嘅聞癌色變差好遠。轉變嘅原因同癌症康復率比以前高不無關係。癌症或者危疾病患者喺康復之後嘅短期內都唔能夠再買保險，咁佢哋應該點樣去理財呢？譬如可能買啲基金啦，佢第一可以買啲債券基金，佢有個穩定嘅收入。第二呢，佢應該買啲基金就唔可以保本或者有年期嘅限制，因為可能隨時要動用呢一筆資金。咁所以呢，可以買一啲比較靈活性同埋比較中風險啲嘅投資策略。阿軒話：好彩咁啱買咗份保證續保嘅醫療保險，咁但係危疾保險嗰部分就以後都冇得再攞。因為而家本身嘅保障就已經攞咗啦。咁所以其實自己會考慮一啲基金啊、股票啊或者其他啲投資工具去繼續理財啊，去投資咁樣。所謂人生無常，疾病會令人喺財政上束手無策，未雨綢繆始終係最能夠減低風險嘅原則。多次發出盈利預警嘅